人人有福行動平台推動嘅時間銀行咧，係有兩個最主要嘅核心價值嘅。第一個就係互助互惠。點樣先至真正做到互助互惠呢？我哋覺得係需要透過咧係施受者嗰個嘅模式，即係話喺時間銀行裡面，每一個成員咧，佢既係可以去服務其他人作出貢獻，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可以咧係接受別人對佢嗰個嘅關懷同埋個服務嘅。其實呢個施受者模式喺長者裏面咧係特別重要嘅。個原因咧就係好多嘅老人家，特別一啲體弱嘅老人家咧，其實咧佢哋都唔願意接受服務。原因係因為佢哋唔願意成為別人嗰個包袱或者一個拖累咁樣，所以佢成日都話唔使麻煩啦，唔好麻煩其他人啦咁樣。咁而透過施受者模式，我哋好着重咧係尊重佢自己本身有嘅強項，然之後咧幫佢發揮出嚟。例如老人家可以分享佢個人生嗰個嘅經歷啦，佢嘅故事嚟到咧係鼓勵到其他人嘅。又或者一啲行動唔方便嘅老人家，可以透過打電話去慰問其他人啦，通知其他人咧係參加活動啦，佢哋都可以作出貢獻，然之後咧就可以賺取到時分，而所得嘅時分換翻一啲佢哋需要嘅服務咧，佢就覺得自己唔係靠其他人，而係都係靠自己嘅努力咧嚟到幫翻自己。呢個對佢哋嚟講，佢哋覺得自己仍然係有用，佢哋嘅生命係有意義。呢一點咧係好重要嘅，對佢哋嘅身心健康更加重要。第二個時間銀行嘅核心價值咧，就係集體參與，即係話咧每一個時間銀行嘅成員，佢哋都係可以參與咧，係去俾意見啦，去決定咧時間銀行嗰個規則咧究竟係點樣去運行嘅。透過呢個參與，佢哋係覺得自己咧係擁有呢個嘅時間銀行，係可以咧喺呢個社區裏面嘅時候咧，係都可以被聆聽佢哋嘅一個意見，而佢哋嘅意見亦都最能夠咧係解決到佢哋自己本身面對嗰個處境同埋嗰個嘅問題。我相信咧，其實呢個集體參與、共同嗰個嘅決策咧，係能夠令到嗰個社區係建立起一個關懷嘅社區，而係可以持續發展嘅。